嚟臨，參加匯豐香港社區伙伴計劃支持佐敦谷街坊福利會主辦嘅識唱計劃開幕禮。識唱計劃開幕禮而家正式開始。識唱是本會以及其中一位創辦人馬榮鏗先生一同共創香港第一個認知障礙症長者合唱團，而最終目的是透過音樂連結社區，建立認知，有時共融社區。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們可以為社區帶來多的希望與改變。3、2、1。光亮起，代表住我哋匯聚力量，照亮整個觀塘區，共同推動以音樂建立認知友善社區，為社區帶嚟更多關愛同埋支持。常結伴同行，識唱陪着你，在我記憶中有着你。出咗嚟呢一度參加呢個活動，因為唱歌呢，其實係預防認知障礙症一個非常之好嘅方法。我哋永遠都係一齊學新嘢，永遠都係有新嘅，同埋我哋互相一齊唱嘅時候，我哋互相聽緊大家。我自己喺陪識唱嘅過程入面都有呢種咁樣嘅感覺，就係越多陪伴佢哋之間，我哋互相感動。大家欣賞，連埋 Manson 同我哋一齊合唱，陪着你走。